经过来关心上新的现场，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今仔日早起时替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吴思瑶来徛台辅选，咱做伙来关心现场上新的画面。但是选情是这样啊，就是说，即便看好，但有信心，但还是要小心，要步步为营，全力打拼，一直到胜利为止。独派的喜乐岛他们说啊，蔡总统拍那个影片来去总统府住一晚，认为他们是用一个宣传台湾，然后来为自己的选举来行销。赖院长会这么认同？因为总统本来就负有行销台湾的责任嘛。如果在台湾能够让国际人士能够看得到，那对台湾每一个人都有帮助嘛。院长判马英九无罪的一个法官，现在要遭监察委员陈世梦来约询，就被国民党认为说是干预司法。这部分我相信，提案的监察委应该会对外说明。院长，韩国瑜4次来帮思瑶，对，那个是对他的选情紧张，还是说觉得这一席不能掉？思瑶先来讲这一题。今天是院长第4次，我真的非常感动，非常感谢。那当然，是因为院长一路见证，院长认识思瑶，他在看着我从很年轻的时候担任幕僚到现在20年的时间，赖院长一路见证思瑶的努力，我的认真投入。那我想最重要是因为思瑶太珍贵，这一席优质的立委一定要留在国会。那第二个原因是我在立法院虽然是第一任，但是我完成很多全国性政策的推动，而这当中非常感谢，就是在赖清德院长时期，那一起能够来协助，让我所质询、我所倡议的事情能够成为国家的具体政策，所以我们合作无间。所以赖院长也特别愿意拨时间来跟思瑶一起来向全民来说明我们一起为这片土地所努力的事。那第三个理由，今天是文化人、设计人、建筑人力挺吴思瑶，在场都是台湾最卓越的各个跨界领域的艺术家们。那其实赖院长在过去从担任台南市长到行政院长，是台湾设计政策、艺文政策很重要的推手跟支持者。那这些艺文界人士也非常期待由赖院长一起来跟他们来加入力挺吴思瑶。那政治圈需要文化人，国会需要文化立委吴思瑶这样的一个大集会的活动。那再次谢谢院长。院长你怎么看？昨天韩国瑜说，就是他一路被抹黑攻击，那攻击他之前都是猪八戒，拿钱办事的猪八戒。我真的很希望士林北投的父老乡亲能够鼎力支持吴思瑶。吴思瑶一定要进入立法院。吴思瑶之所以被评鉴为第1名的立法委员，不仅仅是专业，而且非常优质，而且非常有内涵。他的专业质询成为国家政策这个是对国家社会帮助很大的。包括2030双语国家，包括成立国家设计研究院，那么也改善了我们的这个政府采购的方法。让这个软实力可以透过政府的力量，然后让台湾能够更加的强大那这些其实对台湾都非常非常重要。像这样优质的立法委员，恳请士林北投的父老乡亲能够继续支持吴思瑶，让他能够高票当选。明天就是第一场的总统的政见发表会，那不晓得院长这边有没有跟总统来这个一起沟通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策略？幕僚之间有啦，因为总统也忙于国政，同时也忙于辅选的工作嘛。我们幕僚就是彼此有在讨论所以目前整个进度还算顺利的。那院长对于韩国瑜的话有什么评价吗？韩国瑜说什么？他说抹黑他的人都是拿钱办事的猪八戒。他什么？抹黑他的都是拿钱办事的猪八戒。这个韩市长一定要知道，他现在是竞选总统，他讲的话一定要有根据，而且也不能够人身攻击否则的话他会每况愈下，得不到国人的支持。高嘉瑜刚刚开直播跟亲民党的人，那在这个时候突然跟亲民党的人开直播，这会不会有一点问题？这个要由高嘉瑜来回答啦。不好意思，谢谢大家。